后来高雄市长韩国瑜去互罢免，嘛牵动到国民党内的布局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讲，高雄市长的补选甲新任议长的人选，国民党绝对拢袂缺失。也有风声，讲国民党要来提出着罢免无效之诉，他来争取着补选布局的时间，而且会由因的党主席江启臣亲身来参加市长的补选。因的副秘书长讲，目前这两项拢无伫因考虑的范围内。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秘书长李乾龙召开工作会议，对高雄市长韩国瑜找来向罢免了后，国民党伫高雄的布局，江启臣态度正坚定。这一次的市长补选是本党继续关怀经营高雄的重要支点，我们要一起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龙认为，拿找在地少年人出战比较适合。如果党内真正找无人，嘛无拜托合作。不过外界有在点名朱立伦、黄建庭，拢会当来高雄试看卖啊咧，甚至是江启臣本人，拢是伫补选的名单在内。江主席什么御驾亲征啊，或者什么，目前没有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。市长的补选，昨天在高雄，我有机会跟韩市长见面磋商，持续锁定适合的人选，因为面对这一些新的变局。我们要更多层次的思考，还有评估。对罢免案的结果，虽然韩阵营认为过程有问题，不过江启臣无愿意表示意见，嘛显现党中央对提出诉讼意愿无悬。高雄市长补选，国民党按算要参战，但是想要压定高雄人这一票，恐惊就要搁争拼咧。